放假不是假放，闽南话怎么说？老师，放手的放闽南话怎么读？放那真假的假闽南话又怎么读？假明白了，放假不是假放，就是读作放假，不是假放。唔对，不然要怎么读呢？放假唔是假放，或者是放假唔是假放。放假，咱的话先派读做放假，这也是现时较主流的读法。脑派读做放假，真出片是放假，唔是你所读的放假，声调无同款哦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约定俗成，人都给安尼读啊。除了放假的假会用读假言卦，其他跟假期有关的词类，通常结识做假或者假。比如这个假期会做读做假期、假期、休假、休假、请假、